喂，嚟緊成 break，你有啲咩計劃啊？冇啊，成日我諗住apply啲律師度做下 intern，順便攞下啲經驗啫嘛。你咧？我就報咗個8月中去北京嘅遊學活動，為咗儲錢去呢個遊學團。我諗住一成 break 就去做暑期工㗎啦。哇，儲錢添啊！你翻咩暑期工啊？我就諗住去樹熊度做臨時服裝設計師。哇，聽講樹熊嗰啲員工福利好好喎，明日就到啦。啊，我咩福利都冇㗎喎。雖然我都係翻朝9晚6，但係因為老闆話我唔係僱員，所以連法律上面有嘅福利我都冇份㗎。嚇，咁都得嘅咩？根據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咧，所有喺一個有效嘅僱傭合約底下受聘嘅僱員咧，都可以享受僱傭條例底下一啲嘅保障，例如係可以請病假嘅權利等等。不過一個先決嘅問題就係咧，喺法例上咧，呢一位人士屬唔屬於一個僱員？咁香港嘅法庭咧，喺考慮判斷一個人屬唔屬於僱員咧，就會考慮唔同嘅因素嘅，例如佢需唔需要自備去生財嘅工具啊、設備啊，佢可唔可以自行決定返工嘅時間，可唔可以自行決定接受某啲工作，唔接受某啲工作等等，你要判斷嗰個人係咪屬於一個僱員嘅。